好，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，昨这个地震是造成着严重的灾情，尤其是苏花公路严重崩山，大量的石头上落来。当时驶伫个苏花公路顶的轿车，有的有闪过，有的就闪无过。有一台轿车看到头前的土石伫要崩落来咯，赶紧马去绕路边，想袂到拄好一粒大石头上落来，甲下落山坎，互人看到是心惊胆吓，一声恐惊无命咯。也毋过真万幸，伊的量真大尾，祖公也有保庇。这位吼石头下落山坎的驾驶，伫个社群软体发文章，讲伊幸运逃过一劫，讲伊平安无代志。伊阁甲石头翕相哦，讲比伊的车要较悬。50公里。一粒大石头为山壁连落来，牵着头前的一只车，若是轿车直接互弄着卡伫咧护栏头前，加载车毁掉，人平安。当时的驾驶伫咧社群平台翕相报平安，喊过的是车和石头会使讲是平大，车身落落去，玻璃和车尾顶也拢碎去。石头若是真正牵着人，后果是唔敢想。伊讲各位朋友，我无代志免烦恼，惊手机啊无电就先无回应，甚至佫转发影片讲真正是惊着啊！石头比人大牵遐济。驾驶佫有朋友甲华视新闻的画面翕落来，确认无代志。驾驶逃过一劫了后，约朋友食宵夜，缀一个惊。我都不敢过去了。嘛有愈来愈侪伫咧同一个时段好运闪过石头的驾驶，提供无共角度的影片，会使讲是非常惊险。快了！往上，给走！另外一个现场，苏花公路的管制站山壁严重崩落，现场全营业。其中一只车伫咧演当中加速向前，袂输咧拍电影，佫会当闪方向灯，加载嘛成功闪过。意外雄雄发生，敢若希望一切平安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